了。放學了。學校裏，學校裏，老師給小朋友講故事。老師給小朋友講故事。老師教小朋友唱歌遊戲。老師教小朋友唱歌遊戲。老師教小朋友做運動。老師教小朋友做運動。老師照顧小朋友吃茶點。老師照顧小朋友吃茶點。老師協助小朋友上廁所。老師協助小朋友上廁所。協助。協助。放學了。放學了。小朋友回家了。小朋友回家了。那麼老師呢？那麼老師呢？老師呢？老師呢？老師也要回家了。老師就唔可以用大巴士翻屋企嘅。老師也要回家了。老師也要回家了。我哋 thank you，拜拜。Thank you，拜拜。